Hello， 我係 Kenny， 今日帶大家去紅磡站附近睇一個全新嘅樓盤首匯。咁我而家由地鐵站行過去樓盤，睇下需要時間幾耐。咁首匯呢個樓盤呢，位置就喺紅磡黃埔街8號，由恒基事業打造，總共有241房，實用面積由228尺去到850尺，戶型有1房至到4房，2房戶型佔多數，收樓日期2026年12月31日。咁主力首匯咧都會比較推介呢一邊向東南嘅單位啦。咁發展商咧大膽開則嘅，就開咗啲500幾尺嘅3房同埋600尺嘅4房啦。點解佢會開咁大嘅則會喺呢個位置咧？因為佢對出咧望翻過去前邊咧係冇遮擋，會中高層會有海景睇埋添。而家嚟到首匯示範單位，我哋馬上入去睇。到呢個600尺嘅4房單位啦。首先咧，我想介紹嘅就係個廚房位置啦。呢個開放式廚房咧，佢用咗一個好長嘅 L 型設計。咁啊，工作台面咧，做嘢啊、切嘢啊各方面咧都夠晒位噶啦。咁恒基咧首次喺呢個樓盤咧就送個洗碗碟機，其他期數都冇嘅。呢個比較特別少少。咁啊，3個爐頭嘅明火煮食啦。咁另外呢啲正常有㗎啦，洗衣機啊、抽油煙機啊，同埋全部嘅儲物櫃空間啦。因為呢度有3.5米高樓底啊，所以恒基咧盡量咧就偷晒啲儲物空間俾你，咁連上面都做咗啲櫃。另外咧就係講緊呢一度啦，有埋個新竹嘅飯，可以拉出嚟食飯，唔用就收翻埋去。好，而家我哋睇埋個客廳位置啦。咁客廳位置咧，其實咧呢個位置咧可以擺張2米長嘅 sofa 都冇問題嘅。而另外咧呢幅牆咧就緊要啦，可以擺部70寸以上嘅大電視都 OK 嘅。就要睇埋出邊啦。咁出邊咧呢個單位咧係附有一個38尺嘅露台位置啦。咁呢個位置可以俾你咧晾衫啊嗰啲咁嘅。好，我哋而家入去房睇下啦。咁首先入到嚟咧，呢一個就係客人用嘅洗手間，有窗嘅，唔係黑廁嚟嘅。咁呢邊咧就第一間嘅細房啦，然後再落就係第2間嘅細房啦，而對面咧就係第3間嘅細房，最後就睇埋間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咧，其實咧個空間感咧600尺嚟講，可以開到4房，而主人房咧都可以擺到雙人床冇問題嘅。咁另外咧要介紹埋咧就係呢一個衣櫃啦，功能性衣櫃。咁啊隨樓附送嘅發展商呢一個衣櫃。另外就係一個禮品送俾你，就係呢一個 Samsung 嘅智能消毒衣櫃。呢個喺出邊買咧，好似要2萬。咁而家發展商送埋俾你，所有配套都 upgrade 咗啦。咁其實咧呢一度有4間房啦，咁所有房同房之間嘅牆咧都可以打通嘅。咁有啲客人咧就可能話要2房就夠2個人住，但係想住600尺住大啲咧，咁其實可以將1號房、3號房同埋間主人房變做一間大房，呢個位置做翻個門口。另外呢間房可以留低。你想個廳大啲嘅話咧，拆埋2號房呢幅牆咧就變大咗個廳啦。今日就拍到呢度，如果大家有興趣就揾我 Kenny。我係 Kenny，有咩樓盤資訊想知多啲，歡迎隨時揾我，聯絡電話就喺下邊。